大家好，今日嚟到上水，今日會行大石磨，搭51號 K 去羅湖懲教處。嚟到羅湖懲教處，今日好好天。喺出發之前記得 like 我呢條片同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， 記得撳埋個鐘鍵，下次出片會有通知。亦都順便代楊生溫馨提示：結伴同行，安全好多。初級新手適唔適合就要視乎佢嘅安全意識係點啦。依家一路直行，前嗰段時間病咗，所以冇出片。依家轉左。哇！成個快景路嘅牌冧咗啊！前面就係羅太豆花。羅太豆花呢度入去就係啦，陣間落嚟再食。依家轉左，沿住斜路上大石磨，一路上斜，最遠嗰座唔知係咪梧桐山。前面有條樓梯係上大石磨，哇！有句咁嘅標語喺度，係一間荒廢咗嘅屋，應該係營房。上面就係大石磨山頂，嚟到停機坪，望到馬草壟。深圳一帶，呢邊望到上水啲村屋，去瞭望台嗰度望下先。睇下成個軍事瞭望台，呢個位置可以監察到幾10公里遠。呢個就係成個軍事瞭望台。瞭望台隔離有個發射站，依家去標高處度望下，
喺度捐入去。嚟到標高處，大石磨高183米。依家返去，依家落山，落到嚟轉右，嚟到鴻圖士多，喺度食碗豆腐花。食完之後去搭小巴。終於出到嚟，喺度等51號 K 出返去上水，旅程結束。